如果你可以預先知道牌局勝負，係咪好無敵？今日俾大家示範下，將牌閃亂，將牌放入呢個透明牌區發出嚟。好，已經知道呢局閒家勝。閒6點，莊3點，對嘅閒贏。下局係莊贏，繼續發牌。閒4點，莊9點厲害，莊贏。再來都係開莊。閒1，莊4，對嘅莊贏。下局開閒。閒8點直贏，最後呢局開莊，9點莊贏，全對。